张现在起是个招待券，科目要拍的哦。我今天晚上7点半，你不准忘了。放心好了，我不会黄了的。嗯。阿汤，你哪来？我要甲你讲马顶的代志，咱做好好讲。是不是难对？好。表姐，阿是，我有代志讲朋友找者，暗时我若无要回来，你家辛苦吼。哎，表姐，迄啥？变成因朋友。刚才听他们讲话的口气，突然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建良，出去咱兄弟也毋知当时才会当搁见面，你家己爱保重。你嘛同款，你都顺拢。我即摆来找你，是希望你会当甲阿丁斗相共，毋是爱你搁了啦。我搁强调一遍，即摆的代志，我希望你参顶甲伊共款，用读册人的方式去处理。阿达，阿丁是我兄弟，即摆伊落难，解决问题拢是上重要的。你让我要用什么方法解决，迄就要看什么证据。这个臭尾来食咱足够。伊若正经啊，甲逼甲用兄弟方法处理，我嘛一定袂会失望的。这就是我上烦恼的。阿达，你放心啦，我存在。好啦，你保重。头呀，你会起水啦？哦，对。来证明一下，恁家附近有带一个林建良。有，我甲你讲，你这边才爬起呢吼，我觉啊，头一间会死啊啦。爱使该探听的，这人伫遮做人安怎？哦，你要问这吼，问我就对啊啦。我甲你讲吼，细汉的时候读册，大汉的时老毛阁做有起，大汉嘛读了袂歹。上主要的吼，就是友好爸母啦，无话讲的啦。哦，多谢。没啦，那安尼讲。讲人说教。建良啊，哦，你怎么做穿的呢？做一人要坐你的呢？听啦。后尾都无用啊！你是林建良？我是林建良。听讲你要甲蔡伟来扯平？就你啥？这件代志应该跟你无关系吧？甲蔡伟良扯平是甲我无什么关系啊，但是我个人甲蔡伟良也是点仔关系，这是我的问题。检察官，看来恁阁是赶停官。官有三不顶官啦。就你啥？阮做兄弟的是绝对相挺的。你若有兴趣，听我甲臭尾来爸爸做伙来，我林建良绝对应付恁甲到。无差去读大学呢，你讲话遮尔惨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嘛是痛工囡仔出身的。即款会所痛工囡仔吼，若法度伫这社会内底有名有姓，甲人行大，一定比别人更较艰苦。你是真无彩呢，特别提家的前途安尼糟蹋哦。好，既然大家拢是痛工囡仔，我就直接甲你讲。我伫个王马街哦，学两件代志。第一件就是情，第二就是义。做一个土工囡仔，若唔捌这两项，冤家就无意义啊。这我了解，有你继续。这阵我找臭尾来输赢，唔是为了要报仇，是要行朋友一个情，天你一个义。我嘛想要甲蔡伟来扯平，但是我无遐尼伟大啦，为了情啦义啦。但是我即位上一个我大的物件叫做法，所以我想咱会使好好合作一下。这是我的名片，若无去验吼，你会使敲一个电话我。我建议我来讲，你搁较勇，搁较猛，是计要杀死一个蔡伟来尔。但你敢知影规个社会内底有偌济蔡伟来？我来讲，你可能会爱笑，但是我目的毋是搞一个臭屁落来，我目的想要甲规个社会内底遐臭屁来拢甲绑起来，所以老实讲，我需要你的帮忙，你家己好好考虑看觅。
啊是我今日唔着紧，啊，今日唔着位。对啦，我敢知啊，你好。你是？我就是你要掠的臭屁落来。嚯！你昨晚要掠你，你搁早来食？哦，你真正哦，遐只歹人做啊真有气哦。哎呀，话讲安尼，大家就歹斗阵，后摆就歹配合啊，对无？你想看觅，你是检察官，我是警官，平平拢是官，我足了解的嘛。每一个做官的人拢有行情，这拢会讲的嘛。行情哦，我外口对你的描写是真写实呢，拢是真的哦。有影啦，这拢真的，我无骗你，每一条哦，拢无证据。你毋但歹人做啊真有气哦，我看你面皮嘛厚甲真有条纹呢。啊，面皮若无够，迄官哪会升？啊，钱是要哪共收？安尼啦，你开一个介绍。哦，我咧讲哦，人讲你真臭屁哦，我真自细嘛真臭屁啦。但是吼，我人生有一个真大的缺点就是讲，我袂堪有人伫我面前看比较较臭屁。人比较较臭屁吼，我若食也食袂落，吼困也困袂去啊。某上，我亲身来遮甲你好咧，啊，你煞比我较臭屁，安尼我就无张面啊咧。安尼啦，即摆阮头家甲恁头家等你瞧，啊无吼，咱两个来遐。哦，我看你恁头家面头前阁有栽着这臭屁无？你这是要甲比臭屁比演技的哦！我跟你讲吼，你有看，这个辞呈我随时去甲拖底啦。这社会这善良的人吼，若活袂落去有无吼？做官也无什么意思啦。来去比，行！我若顶头家面前比输你，我要干个官来做，来袂头官，你知唔知？我绝对袂头官啦。检察长啊，其实我们检警啊，本是一家人嘛。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呢，我们就把门关了，好好商量，好解决嘛，不要把事情传出去了，破坏警察形象啊。如果检察长啊，在外面听到了一些对我不实指控的事情的话呢，我老实告诉你好了，那都是有心人在恶意的重伤我。你想想看，我在警界服务了30多年了。我怎么会做出有损警察风纪的事情呢？我是有多少证据，办多少事。那些做坏事的人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。局长，你应该不是做坏事那种人嘛，哈？对，检察长啊，我看好像我们的事是谈不拢了啊。我老实告诉你好了。我们的后面都有一些好朋友。如果我们的事情谈不拢，而让我们这些好朋友出来谈也谈不拢的话，我看恐怕你这个检察长啊，很快就会被调到澎湖种丝瓜了。我正好常年吃素，能够吃到自己种的丝瓜，也是一种福气哦。进来。啊，他没有坐在你的位置上，对吧？我的位置已经有人占了啦。这是我辞呈，不过我可不可以先讲几句话？说话可以，声调放低一点。你这叫局长啊！开始先，你这叫局长啊！外面有一个帮派，他说只要有分局的地方，他们就要设一个堂口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好像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，你全部包了，你包仓、包赌、包工程，人家做了你就做了，不打紧，你还领国家薪水，人家说侵占你的地盘，你还可以合理合法把人家干掉，政府还拍照，还送奖状给你，还装出去杀人，笑眯眯去拿照片，不打紧哦，你自己干也罢，你把年轻人带进去哦，一股人一团人这样做，拜托，你们良心啊，你叫局长啊你。吴检察官，你骂够了没有？你说完了没有啊？好，递出辞呈了啊！递出辞呈，很快就要当老百姓了。我奉劝你一句话啊，当了老百姓以后，要注意你的生命安全了。检察长，恭喜你啊，多了一位种丝瓜的助手啊！好了，那就废话少说了，咱们就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
嘿哦，遐厝小小，紧紧买一间，住一世人。我问候你妈妈了。谁啦？你每次要表演就拿这张出来，你知道我不会准啊。大个，你等头前在你唱秋，你应该知影你外口是外唱秋。我跟你讲，我吼是袂堪要看这人叫人面头前遮尔唱秋啦。你老百姓面头前遐尔唱秋啦，这边哦，无论安怎你也甲我听，听到底，这边就好，真正拜托你。我倒一摆无听你，我就是听你听到袂成歌。歌有做无做无要紧啦，这人若无处理单调，我跟你讲，我脚若袂快乐啦，我较食也袂肥啦，真正有影。安尼嘛好啦，无安尼啦，你甲我做阵来变我种菜龟啦。我讲你后头决心哦，你种菜，你若要种菜龟哦，我感觉倒去钓鱼啊，鱼啊滚菜龟较好食。这个体质吼已经烂啦，若袂当互伊活起来，咱阁做落也无意思啊。即摆吼，不管因后壁官有偌大，因的共犯结构偌强，咱办到底。我有一句话心内话。